这是你要的监控录像，谭总。你确定昨天我们新招的员工进了保洁部是吧？是的，昨天是保洁部的面试，今天是培训，所有的新进员工都应该在这里了。哦，有上上下下。大姐，我能上个厕所吗？好，谢谢。快点去。大家看啊，它有申诉功能的，这就是雨刷。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，它这儿有个开关，一定要把它拧紧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坏的。谭总你好。大家好，新来的员工都在这儿了。是的。谢谢大家能加入我们公司，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儿。谢谢。哎，小伙，哎，2杯咖啡。好嘞，我就觉着吧，我这后半辈子就得毁在这种没有爱的婚姻里。你呀，也别这么颓。我建议你啊，你先踏踏实实相你的亲，万一你碰见非诚勿扰的呢？诚心的，是不是？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就是想问你，你接下来你想怎么办呀？我能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妈一天逼我见仨，我说见俩都不行，哭天抹日的说对不起你爸呀，这离家绝后啊。行吧，你现在也挺为难的。谢谢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你在给人看毛了？挺漂亮的，没见过，新来的。是小虎说了，他是别的店的店长，说那边要盘店，然后过来帮点忙。你挺清楚啊。不，他是那天吧，那天我一朋友跟这儿喝多了。人小姑娘呢，帮忙照顾半天，后来呢给我打了一电话，让我把朋友接走了。哎，小姑娘给人照顾得特别好。后来我一劲儿跟人说谢谢，人就对我微微一笑，这事过去了。这不就是吗？这不比我妈介绍那强多了吗？啊，你看啊，照你这么说，善良、大气，而且还挺漂亮。最关键的问题是，他有爱心，这太关键了。嗨，人家跟你嗨了，你就跟人家嗨。我发现你啊，一怂人。这种事儿慢慢来。喂，行，马上过来啊！好嘞，哎，我有事先走，把账结了啊。全新的大同体验，轻而易举，让自由，安宁的适应。今天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啊。怎么了？我给你发的微信你没听到吗？啊？微信？就是幼儿园的老师说，让每个孩子跟自己的爸妈拍一张全家福，然后贴在照片墙上。就这事儿，你就这么着急把我喊回来了？不是，谁让你不把微信听全的呀？不是，拍照片你找爸妈拍不就完了吗？不是，问题是爸妈不在呀。那爸妈不在，你把我喊回来，这啊？
我和你冒充一恋爸妈呀？不是这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吧？能造成什么？那我找楼下保安拍去。哎，我觉得可以，你俩比较有夫妻相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不能，不就拍个照片吗？哎呦，拿设备去。哎，你等会儿，那依恋还没接回来呢。你没接回来，你把我急白脸叫来干什么呀？明天再拍吧。我鞋都没换。你还怪上我了？乐视 TV 超。有事吗？我想来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虽然你平时对我凶巴巴，可其实一直都对我挺照顾的。没事了吧？以前我爸就经常在这间房间里办公，每天都要到很晚。我就坐在这里陪着他。你跟你爸联系上了？还有事吗？没什么，就看你挺亲切的。没事的话，我还有工作。谢谢你，晚安。晚安。哎，好了，连接上，来，快，哎，来，看着那儿啊，看着那儿，来，好了，来看镜头啊，来，预备，笑啊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一张啊，再来一张，看着啊，预备，看好了啊，好的，来靠近一点，1、2、3，好的，来。夏天的夏，丹砂的丹，夏丹，美，名字跟人一样美。乐什么呀你？我问你正经事儿，人呢？半天没见出来，里边忙呢。今天不赶巧啊，他们都出去上货去。他上哪儿上货去了？哎，等会儿，我说你大老爷们儿，你不上货去，你让人一姑娘去，合适吗？哎，又不是他一个人，他跟他弟。都，你刚说他跟谁？他弟。他还有一弟啊？对啊。哦，你不知道吧，哥？新店那边不是关了吗？之后他们2个人就一起过来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忙去了啊。人可是做能源的老总，我这是真心帮你，你就不明白呀？60岁的大爷能帮我干什么呀？小姐，你家现在已经负债了，再说你爸那事儿还说不准呢，万一碰到官司怎么办？你看看你现在无依无靠的，必须得找个靠得住的男人，不然怎么帮你爸你妈呀？但我也不卖身呢。谁说就让你卖身了？哎，这年龄大就不能有真爱了吗？真是，说好了，待会儿不许走。哎，李总，哎，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梅兰妮，李总。哎，你好，请坐。我看你好像身体不怎么舒服啊。爸，
啊，对，那个我昨晚没睡好，好像有点扭着了。没休息好。现在啊，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就是毛病多啊。那个就缺乏锻炼。我怎么缺乏锻炼了？我不是天天都做瑜伽吗？我听说你是留学回来的。在大学时候主修的是什么专业呢？服装设计、美术。哦，都是些花架子。你还会些什么呢？跳舞、弹钢琴我都会。那都是小儿科了。什么钢琴8级、3好学生？我意思是，你都已经25不小了，还什么都没做过。我女儿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已经是 CEO 了。真了不起。对 ，CEO 谁没见过呀？我爸原来还没总呢。不过呢，没什么阅历也好啊，白痴嘛。哦，我说的是白纸。李总，您真幽默。好像上身有点长啊。什么？听不懂啊？就是说你的腿比较短。我腿？但是你比一般人也算长了。不过你是学艺术的，对你的要求当然要比一般人要高一些，是吧？哎，你有没有打算去做一种手术？就是那种增高术，听没听过？我真没听过。就是把小腿的骨头打断，然后在断裂处接上一段钛合金，过上半年就好了。高科技吧？说实话，我选女朋友的时候呢，一般24岁以上我就不考虑了。不过你要是有做这个手术的意愿，我可以考虑你的诚意。比赛的事儿呢，我就帮你谈妥了啊！我已经在这儿了，一会儿见了面啊，我带你填一表。哎，亲爱的，我一会儿还来呀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大学同学、好朋友、闺蜜于彤，这是大企业家李总，这是我男朋友林天乐。你男朋友？对，我是她男朋友。那个，你好，那个你好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太不像话了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约了去看电影啊，这个时间对，时间好像是有点来不及了。那个，我们先走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彤彤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兰妮，哎，没兰妮。不好意思啊，李总。哎呦，这家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啊！一码归一码，刚谢谢啊。哎，这改变命运啊，得靠自己啊！现在的女孩呢，都想找个老公，把所有的问题都给解决了。可问题解决了吗？一个比一个大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谁想找老公解决问题了呀？你刚才不是相亲的吗？我一眼可就看出来了啊！而且应该相了不止一次吧？啊！告诉你，带着目的去结婚，这婚姻呀本身就不牢靠。对，
我就是相亲，我就是带着目的去啊！我要找人给我爸妈还债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你跟我喊什么呀？发那么大脾气干嘛呀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哎，为什么你现在对我的态度变成这样呢？之前你生病的时候，我还给你送粥来着呢。对，之前您对我的好，我全记在心里，晚上都拿小本写上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怕您误会啊，只好绕着您走呀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呀？自己拿去看。看什么呀？啊？哎呦，我的亲奶奶！哎呦，千万别这么叫，受不起嘞！不是，这信息真是我亲奶奶发的，我压根儿就不知道。你看我这个啊，哎，看见了吗？我这什么都没有，被我奶奶已经删了，我真不知道这个。反正我跟你说清楚，别自作多情。虽然我现在不怎么样，但我将来还是会起来的啊！以你的条件，你别想啊！不是，等会儿，以我什么条件啊？你看咱俩搁一块儿啊，我这，你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我吧就是一经典款的自行车，稳重耐用，爆发力强。你吧撑死了就是一带铃的小粉车，看着还行。但骑不了多远，这轱辘啊就该坏了。哎，我里面还约了人了，人呀该相亲相亲去啊。哎，你再给我来。你说我怎么早没想着去新店逛一圈？要早去了，没准现在就没这些事儿了。啊，没跟你说话。哦，哎，他们俩是亲姐弟啊，还是堂姐弟啊？这我不知道，没聊过。那他俩住哪儿啊？来上海多长时间了？现在交过几个男朋友？平时咱也不说这事儿啊，还真没聊过。不是我说小五，你有点用行不行啊？你俩好歹也是同事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太贤惠了吧你！哎，我说宝哥，我又不是什么民警，哎，你有那么多问题，你去问问那个什么直通车去，你看看人家搭不搭理你。别生气，哎，你喝，宝哥，其实吧，有的时候我也想跟丹姐聊聊啊，但是吧，哎，那不回来了吗？哎，你就是下单了。我叫李爱宝，朋友们都叫我大宝，你叫我宝宝就行了。啊，我是来感谢你的，就是林天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的那个朋友那天在这喝多了，我是专门替他来感谢你的。要不是你还记得林天乐吗？哎，干嘛呢？手放开！干嘛呢你？哎，干嘛去啊？不是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啊？你就是夏阳吧？你谁啊你？啊，这他妈老顾哥，宝哥。啊，对，什么老顾客。刚你那手干嘛呢？什么情况？不，兄弟，你误会了。不是我没误会，咱不是兄弟啊，别跟我套近乎。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是专门来感谢你姐。就是那天，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在你们这儿喝多了，然后没人管他，你姐照顾他的。后来我朋友把他接走的，我是专程替我朋友来感谢他的。不是，你别说了，你说的我特别晕。就是我姐救了一女孩，帮了那个女孩，那女孩是你朋友的朋友，对吧？对。成，心意我们领了，应该的。那个，你没事儿你就多帮帮那些有困难的人就行了。好啊，走了。哎，不是，
干嘛呀？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理解错了？那倒没有。那你感谢完了吗？完了。那还不早啊？站着干什么呢？不是我，你什么呀你？我就想认识一下你姐。等会儿。哎，瞎看什么呢你？跟你说啊，没事别地儿溜达去，别在这儿晃。哎，我。哎呦，回来了！哎，回来正好，来，你看看新出炉的全家福。这么快就洗好了？哎，怎么样？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吧？像一家子吧？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以后啊，这依恋有什么家长会啊、什么家访什么的，记着找我啊。就凭着你奶奶和我奶奶闺蜜这关系，这活儿我免费给你出演了啊。谁说一定要找你演了？嘿，不找演是吧？行，这东西只要往那依恋他们教室里一挂，你想反悔还来不及了。那你总不能跟人说平平无故给他换一爸爸，人老师也不干呀，是不是？你要反悔了，赶紧想好了啊，现在还来得及。反悔了，这照片就别往这幼儿园里头送啊。你别反悔就行。哎，收起来就对了。我忘了问你了，你今天这工作找怎么样了？找着了。跟哪家公司啊？叫新华公司。新华公司啊？我哥们儿公司啊。谭兆宇。哦，是吗？你跟谭总很熟吗？嘿，我们俩大学同学，你说熟吗？你先告诉我，你在他们公司干什么吧？文员。文员，行了，没问题。我给你打一电话，让他关照关照你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这刚上班，我想靠自己的实力，不想走后门，不好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也行。等碰上你有事的时候，我给你打。哎，不是我这手机去哪儿了？我给你打一个，你找一下。依然，你出来一下，谭总有事找你。哎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谭总的秘书李密，明天起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想你是搞错了吧？我是清洁部的依然。应该不会搞错的，已经把你调到了秘书部，这是你的岗位变动传单，需要各部门的签字。这是谁的意思啊？这是我的意思。希望你明天能准时上班，就算你不来的话，希望你重新看一下合同。难道我已经被谭少宇识破了吗？不能慌，他不可能察觉出我的计划。
哟，穿这么正式干嘛去啊？今天是结束培训，正式上岗第一天，穿的正式点吧。嗨，不就是去谭少宇公司上班吗？没事儿，他不要你告诉我啊，大不了来我那儿。是你那户外车店啊？怎么着？没看不上啊？不是，我胆小，我一看见那车轱辘就害怕，尤其是过障碍的时候，我根本就不敢睁眼睛。这种东西也就适合你们男人。不懂了吧？告诉你啊，现在来我店里的都是女客户，买大件、贵的、好的都是女的。这都是买来送老公和儿子的吧？啊？嗯。是吗？嗯。来不及了，我得真的走了。啊，好嘞，走。你干嘛去啊？我送你啊。我让你送什么呀？我坐个公交再倒地铁就行了。我可不能迟到，迟到了要扣奖金200，外加遭领导白眼，还得加班影响升职呢。说的真够溜的。哎，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上海的交通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再者说了，你坐公交车、坐地铁，挤一身臭汗怎么见同事啊？你得给同事啊留一好印象啊！走，我送你去，我有车，保证不堵车，还准时。你什么时候有车了？一直都有啊，赶紧换，我在外面换啊，楼下等你。啊。我还以为什么车呢？原来还是你这单车呀！什么叫单车？这叫山地车，持久、专业、耐用。行了，别说广告词了，我赶紧走了。哎，别！你就告诉我，现在离你上班呢，扣奖金和遭领导白眼还剩多长时间？20分钟。20分钟是吧？嗯，上来。行吗？行吗？把妈换成爸啊！坐稳了，起飞了啊！走你！怎么样？时间控制还行吧？没耽误您大好前程吧？行，还差5分钟。待会儿中午别忘了吃饭，别净点些垃圾食品。你们门口不有中餐馆吗？跟磊磊点俩菜。哎呦，行了，弄得跟我奶奶似的，赶紧上班去吧。行吧，那我走了，晚上见。好。哎，对，回来。怎么了？把手给我。哪个手？拿好了。这什么呀？把这带上，转运的。您今天呢第一天上班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全新的依然了啊！行了，走了。谢谢。谭总，我下周要去参加一个建筑设计会，你把现在上海所有在建的酒店做一个资料搜集。可是这怎么搜集啊？上海太多酒店了。如果这个要我教你的话，我请你干嘛呢？明白了。等一下，把这信封里的所有票据都贴好了，明天上班交给财务处。好的。财务处有规定，除了贴好票据之外，还要做一个 Excel 表格，把所有的信息都登记在案。明白了。等一下，就快到中午了，我要吃午餐，帮我订一份牛排7分熟。好的，知道了。以后我没有说完话之前，请你不要主动，明白了？那您现在说完话了吗？宝，啊，李爱宝先生，咱记住穿这一套啊。啊。哎妈，你怎么想的？这相个亲还至于改个名吗？还李文凯？你骂我有文化吧？这名字起的有没有点某个青年才俊的意思？这名字起得好呢，就容易产生好感，
人一产生了好感呢，就容易接近，一接近呢。那当初你生我的时候，怎么起了个李爱宝啊？李爱宝是你爸起的。没文化。哎，别瞎说啊，多好听的名字。宝啊，你这次相亲啊，要是能够一次性搞定呢，最好；要是不行呢，你别气馁，总结经验，以利再战嘛。好。我就觉得你这个头发这么竖着不好看，要不，你看看你自己头发，我怎么就觉着这么梳不好看呢？我的意思还是来点油吧。啊，别妈，抹油那是民国时候的事，现在人都流行这样，这不挺好吗？我就奇怪了，你说我儿子长这么帅，条件这么好，他怎么就没有小姑娘喜欢呢？关键问题是你没上心。哎妈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你不能给我上纲上线啊！我还不上心，我一礼拜上5天班，相6次亲，也就是我，换别人谁受得了？哼，我可管不了别人的事儿。你说你相一次亲，我在后面得费多大劲呢？你每见一个姑娘，妈妈得在后面千挑万选。我看呢，你坏事就坏在这张嘴上。你说晶晶那个事儿吧，你俩完全可以再沟通，再解释解释，是完全能够。那叫什么事儿啊？合着他们家嫁姑娘就为了20万，我有这20万就爱死爱活，没那20万就六亲不认，什么人呢？你看我这一说吧，你就来劲了。你揣着一肚子的气，你怎么相亲呢？你没听电视上怎么说吗？过了30岁不结婚，那是犯法，要抓起来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别混到30岁不结婚，到时候你爸又给我托梦，他再问你。哎，都妈，我今天晚上就给我爸托个梦，让他以后别再烦你了，行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保证完美完成任务，让人家一眼就看上你儿子我。这还差不多。来，准备穿衣服吧。你就是蔡璐小姐吧？哎呀，你刚才一过来呀，我就闻到一股刺鼻的花露水味儿。我是你今天见的第几个呀？之前那几个为什么都不行？你们现在这些女孩子呀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，又想要帅的，又想要家境好的，还要疼你、爱你又宠你。这天下哪儿那么多让你选的高富帅？咱们做女人，对不起啊，我说你们做女人啊，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，那样再出来相亲，要不然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你好，请问是李文凯先生吗？你就是蔡璐。
给我说实话，你给我介绍那姑娘叫什么？泰露，你放屁！你玩我是吧？好，你以后少给我打电话，王八蛋！我100%确认那是薛青青，居然还敢化名出来招摇撞骗了，跟我这事还没扯清楚呢，就忙不迭的出来骗钱了。亏我那同事跟我介绍什么留法留美，单身白富美，只为寻真爱。你当时就没想着打315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当时就不应该跑，就应该直接冲过去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好好的羞辱羞辱他，在控制住他的同时，叫哥们儿我过去。你啊，你谈过恋爱吗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我当初答应给他那10万块钱，那是因为我不爱他。我要是爱他，没准让他骗走一辆车了都。没准还是让 B 字开头的。你说他为什么3番5次的骗我？真爱呀，真爱个屁呀！哎，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他现在啊是没找着合适的，没找着有钱的，所以能捞一笔就捞一笔。就算你没谈过恋爱吧，看小说、看电视剧，这种情节多了去了吧？我知道了，现在的女孩啊，物质第一。听你们这么一说吧，我特想狠狠地教训他一下。哎，别啊，咱不带动用武力的。哎，动用武力跟禽兽没什么区别。你想想看啊，人和禽兽的区别在哪儿？就是咱会用脑啊。那咱们给他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他不是爱骗吗？他不是爱演吗？咱们就给他来个以柔克刚。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也骗他一把。既然知道她现在是个女骗子了，那咱们还怕什么呀？该付出什么，不该付出什么，咱心里都有数了，就可以做到绝对的收放自如。本来吧，这事儿呢，我想从外边找个人来对付，可是想来想去吧，总是觉得不如自己人来的过瘾呢。磊磊没见过他。哎，薛晶晶在明处，咱们在暗处，就凭这一点，咱们占有绝对的优势。哎，你呀，就算替艾伦报个仇，你就骗他一回。磊磊，哥这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我说你俩说的倒挺欢的，怎么不问问当事人的感受呢？你有什么感受啊？我不许说你不乐意。那我们还说什么呀？没什么可说的。这个太卑鄙，卑鄙啊！这有什么卑鄙的呀？哎，有位伟人说过，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，那都是耍流氓。咱们现在做的事是什么？那就是让那些流氓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你平时不是满口的恋爱经吗？可是你一次恋爱经验都没有啊！现在机会来了，抓住这次机会，说不定以后你再说那些的时候，我们还能相信你。没错，而且你想想啊，这薛晶晶啊，意在放长线，她一开始肯定乖得跟什么似的。哎呦，你呀，纯属在那享受。嘿，我一想到这个哈，我就心潮澎湃。这不合适吧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就当去上了个学，而且还不用交学费，这多合适啊！对呀，你就当拿薛晶晶练手，为你将来正式谈恋爱做准备。再说了，你一大老爷们儿，你怕什么呀？薛晶晶她一个人也斗不过我们这么强大的智囊团。也是，我也没什么损失，也没什么让她可骗的，是吧？这是一肥差，你想想啊，为你以后的初恋先上一个强大的爱情预科班，这多合适！薛晶晶她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你就算是想跟她逢场作戏，平时你不也没这机会吗？那要不我上？上！哎，等，一定记住，关键是帮我报那一箭之仇。韩总，这些下班之前全部输入电脑存档。好。迟到5分钟算旷工1天，扣工资。因为迟到，这个月奖金也没了，
下次注意。好。美女啊，你是什么学历啊？本科。本科，本科好啊。这都说这本科毕业的女孩是黄蓉，你不像那什么女硕士啊，这全是李莫愁，愁啊。那你什么时候毕业啊？我已经毕业了。本来呢，我是要保研的，因为差了几个行为积分，所以没有抢到名额。不过系里已经答应我了，让我担任大一的辅导员作为补偿，2年以后送我保研。现在已经是第2年了。第2年。就是说你，就是说2年以后，我就是李莫愁。不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说的没错，读研就是蹉跎光阴，当然，还得需要很大的勇气。喂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家人在医院，我得去医院给他们送饭。这是我的咖啡钱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不是这。你瞧他这理由编的，去医院送饭，他要编也得编个能让人相信的吧？还有。1杯咖啡他都要跟我 AA， 你说我又不是付不起那钱，这不埋汰人了吗？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薛晶晶有点忒敏感、忒自闭了？我跟他说什么，他都是觉得我在讽刺他。他好像是有点自闭，估计是小地方来城里上大学落下的病。什么事儿吧，就怕别人看不起他，没事儿就愿意装个小清新，弄双白球鞋，弄得自己好像多特殊似的。我觉得他那身儿倒还行。对，就是骗你这种傻男人。那得了吧你，当初你怎么被人家骗上的？不是就是看人穿那白球鞋了吗？哎，我那是阴沟里翻船，我看他以为他老实呢，谁知道内心极其险恶，简直就是个骗子。那你连骗子挑肥拣瘦的。哎哥，你说我今儿都这么主动了，他怎么就无动于衷呢？要么吧是他欲擒故纵，要么呢就是你太次，人没看上你。哎，天亮，你说这2点哪点可能性更大呀？反正我当初吧跟薛晶相亲的时候，一眼就看上我了。去，我还比你年轻呢，他凭什么看不上我呀？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他。别说我了，你那女神你搞定了？你们是没看见，他面前那尊神，那哪儿地呀？简直就是祖宗！哎，你知道你的核心问题在哪儿吗？哪儿啊？就这尊神呀，追女孩同时，你得学会搞定他周边的环境。要不你也穿双白球鞋？哎，我长得不清新吗？是不太清新。什么人呢你们俩？谭总让你一个人把这些都做完啊？哦，对，看你昨天休息不是很好。
谢谢。要不然我去跟谭总说说，让你今天早点回去，把这些都带回家做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没关系的，我可以的。核算完成本给我。好的。怎么不带我送你那幅啊？那幅好看。对了，累的话收拾好了早点回去吧。晚点我让司机去你的公寓楼下接你，好好打扮一下，穿那件我送你的深 V 的连衣裙，很性感，我喜欢。哎，谭总，那个依然才刚来，对公司流程也不是很熟悉，要不然不多做的话，永远都不会熟悉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你好，请问谭总在家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这是谭总的身份证，公司的年审结束了，麻烦你把这个交给谭总。好，你进来坐会儿吧你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谢谢啊。没事儿。来，身份证。你平时怎么也不出去玩一下啊？每天好多事要做，你以为管理企业很容易啊？忙，忙都是借口。那我爸原来还忙呢，他跟他那些老同学、老战友都关系好得很。你就像个植物人。我像植物人？可不是吗？虽然现在这里是你家，可你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平时做什么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说话。看个电影，一个姿势能好几个小时都不换一下。有时候不是看到你在眨眼睛，我还以为你没心跳了呢。有那么夸张吗？当然有了。你说咱们也没差多少岁，你怎么跟个老爷爷一样？只要你少给我添点麻烦，我想我能快乐起来。我才没给你添麻烦呢，我能帮你。别的我不能打保票，但是让你快乐这事儿没问题。来来来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少宇快过生日了，我看他平时也挺孤独，没什么朋友，想弄个生日 party， 你们都过来让他高兴一下，我也比较好意思住在人家家嘛。行啊，挺有心啊，连少宇生日都知道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看一下啊。回来吃饭吗？谁啊？那什么，我奶奶。你奶奶多大人了还没断奶呢？你现在喝奶呢？奶茶。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，人少宇过生日，去不去你们商量吧。要我说吧，咱别去了吧。咱跟少宇不是一路人，咱们骑自行车，人家开兰博基尼；咱们吃烤串，人家吃鲍鱼。咱干20年都买不起人家一厕所，咱们就这么过去了，人以为咱巴结他呢。你说你也不争气，本来你是咱班唯一能跟他抗衡的，你就跟你爸闹僵。我说你怎么老是灭自己人威风，长他人志气啊？你怎么知道我们奋斗20年就买不起兰博基尼？你怎么知道天乐哥靠自己就没法跟他抗衡啊？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显得失败吗？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世界上有谭少宇这种人。哎，你看，这窝囊劲儿又上来了。你说我怎么说你？天天的。行了，都别争了啊！我是觉着呢，谭少宇吧，性格一直很孤僻，现在搬一大房子里，也没人理没人找的，挺可怜的。那是你赶上了，谁知道晚上多少姑娘削尖的脑袋想往里钻。哎呀，行了，既然天乐哥都这么说了，那咱还是就去吧。不过咱仨大光棍去，是不是有点寒碜呀？这要是能带个姑娘，是不是就好点儿？
咱们仨里边可就你女人缘最好了。对，这面子咱可不能丢，交给你了。成，那我想想办法。不是，你没事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衣服。给我买衣服？对，我看你平时上班挺辛苦的，而你上班不得有点好衣服呀，是吧？哎，到了，就这儿。哎。来，我给你比划比划，看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条还真行，喜欢吗？喜欢吧？哎，那个服务员，等会儿，买之前你得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这条裙子？没为什么，我就是想送你条裙子。不可能，你从来都没有对我这么殷勤过。说实话，我不怪你。哼，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有一哥们儿呢，过生日。我答应人家呢，说要带一美女去。你说我身边哪有什么美女啊？就想请你帮个忙，参加我这哥们儿的生日派对。这忙我还真帮不了你，这么简单不可能。哎，别！你看，这衣服我买给你当一个礼物，就帮我这一次，就这一次行不行？我真的帮不了你，你还去找别人吧。这条裙子我也不能收，拿人手短。我走了。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依然，你这事儿。一点商量没有吗？来，你坐下。哎，我跟你说那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了？你就别磨我了，我真的不能去。再说了，你那些朋友我都不认识，去了怪尴尬的。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了。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哎，磊磊你认识吧？就我自行车店那小伙子爱宝，我跟你说过800遍了吧？我大学同学。哎。过生日这人你肯定认识，谭少宇。谭少宇，就是你们公司最大那领导。上次我还说你需要的话，我帮你打个电话，帮你关照关照那人。你看啊，多好一机会啊！我带你去，你正好正面的认识下人家，以后在单位呢有什么事儿，就好照应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了，我这都答应人家了，我要带不去一个美女级别的人，我多没面子呀！啊？你真的答应人家了？真答应了。那行吧，就这一次啊。哎，对了，这衣服啊，我自己做主，就给你买回来了。来，收下啊！下不为例啊！依然，好了没有啊？那该走了。啊，好了。准备好了。哎，挺好，那就走了啊。哎，天乐，我想了想。我是以什么身份去啊？什么身份？当然是我朋友了。你觉得我拿得出手吗？你看，何止是拿得出手，太拿得出手了！你这就叫燕京四座呀。那这一次你就把我当成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？这什么女？在聚会上让你的朋友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。这不合适吧？这。那行，你要觉得不合适就算了，我就是一想法。哎，不，那个合适，你想法不错。那个我就是怕你这想法，你自个儿受委屈嘛，是吧？我这一直都麻烦你，你好不容易让我帮你一次，那索性就帮到底呗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我明白了，
恶作剧是吧？哎，想也挺好的。这李爱宝啊，傻，骗骗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哎，问问那谁也行。啊，这地儿太爽了！哎，买的什么呀？想看看？你看坏了！什么玩意儿？看了多少钱？一会儿下血本啊！你这是？嗯，不是好久没见了。哎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依然。你哪儿找的？什么哪儿找的？住我家的。住哪儿？我家。我是天乐的女朋友，你们好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你藏得挺深呢你啊！走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哥们儿长脸吧？啊？哎，少宇哥，你好，来，是看是。哎，谢谢，破费了。没事儿，大富豪。干嘛呀？还留胡子，这么沧桑，挺帅的啊。还流行吗？天乐呢？哎，天乐，哎，这，走，参观一下。我朋友比较内向啊，来呀。少宇，哎，少宇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。哎，忘了跟你说了啊，依然现在在你们公司上班呢，算是你们公司的员工。你看，别老板着个脸呀。是没跟你说，因为依然说了不让我告诉你，说怕有走后门的嫌疑，就没跟你说。你好。我也让你见见我女朋友，她还睡懒觉呢，我去叫她。啊？不是，你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你女朋友不是？哎，走啊！啊？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事，高跟鞋有点累。啊，走。哎，你那个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小点声吧，别有客人。关我什么事？都你客人，有毛病吗你？客人你找来的。哎，这谢姐啊！我靠，哎，你生日呀？我怎么睡过了我？现在呢，乖乖的把它穿上，出去好好的当我女朋友，你听懂了？我凭什么呀我？什么都不凭，你也可以拒绝，但立马从这搬出去吧，反正自己捅的娄子自己收呗。别呀，多委屈啊！凭什么呀？要不就搬走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来吧，别不好意思，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，蕾蕾、爱宝、天乐，还有天乐的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的女朋友梅拉妮。我说你这下手够快的呀。梅拉妮特别可爱，她家里的酒店业做得特别大，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的，当个芭比娃娃什么都不做，但自己就是闲不住，一定要自己创业，特别独立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不像现在有些女孩子，什么都不做，只靠男人。怎么了？今天这么文静，也不说点什么？嗯，大家没东西吃，准备点东西。对，弄点啊，喝的什么的。那个，我去帮个忙啊。哎，少宇哥可以呀。怎么了？这
绝对是门当户对、郎才女貌、金童玉女啊！行啊，发展速度够快的呀。你也不慢呢。我是为你好啊，谈恋爱这种事儿你得慎重。像你这种感情比较单纯、大小脑都不太发达的，找个好的还行，找个不好的，有你好受。哎，说谁呢？谁大小脑不发达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硕士学位毕业，还看不起人。我说的是情商。哎，在这地方，我问你，你情商算高的吗？那是，跟你那温婉的依然妹妹比，我不算高。跟依然比，你还真是差点儿。人家依然啊，上上下下那都是一把手。用现在时髦的话就是说，上到厅堂，下到厨房，进可御姐，退可萝莉。哎呀，要夸人家当面夸去，人在我这费什么劲儿啊？还有，我警告你啊，我现在也是有男朋友的人了，我做什么我要考虑少宇的感受。什么个意思啊？想脚踏两条船啊？我骚扰你？哎，我什么时候骚扰你了？我把这话给你搁这儿啊，咱俩呀没戏。谁跟你有戏呀？上次不要脸我就没法说了，这次还来这说，有完没完呢？你这是？行行行，不争不争啊！干嘛？少宇，你这女朋友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最近。在哪儿认识的？就这儿啊。就这儿？嗯。送货上门啊？是啊。说说呗。有什么好说的？什么事儿都爱打听你。发现了吗？谭少宇跟依然俩人不一般。啊，吃醋了？哎，你放心放心啊，人俩第一次见面，放心。什么第一次见面呀？我敢跟你打赌，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见面，以前肯定见过。哎，真想多了啊！我们家少宇不会跟你抢女朋友的，你就好好的在你们家依然妹妹面前好好表现啊！干嘛呀？来，蕾蕾，哎，我俩拍张照。好好好，看电视，快点的，快点，一个样，还个脾气。哎，好久没见了，依然一块儿吧。啊，我不拍了，你们拍吧。一起吧。那咱俩拍。行。来，3、2、1。吃水果了。哎，吃水果。来，喝水了。吃橘子。依然，吃水果。哎，喝不喝水啊？多倒杯水。那冰的啊？还冰的那么多事儿，你凑合喝吧啊。来了。我服务你到位。天乐啊，跟我们说说呗，依然这么漂亮，怎么认识的？哎呦，我俩认识比较有戏剧性哈。对，我的奶奶跟天乐的奶奶是好朋友，奶奶特别喜欢我，所以就安排我们俩住在一起了。哎，这我能作证啊，他俩在一块儿住挺长时间。依然跟我认识的一女人特别像，特别的像。哦，是吧？但估计性格肯定相差甚远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哟，听你这意思是被人伤得不轻啊？啊，还记仇了嘿？啊，那时候被他坑惨了。被人坑惨了？就你啊？不能够吧？像你这么高智商还能被人坑惨了？我觉得只有像我这种智商才有可能被别人坑了呢啊！所以天乐，你庆幸吧，依然不是那种女人。对，依然应该不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头有些痛，上去吃个药啊。哎，他们先聊。
哎，少宇哥，那个我们家厕所在哪儿啊？快帮我。啊。那什么，要不我给你包个橙子。那我去洗个手。哦。啊，还有洗手间吗？有，楼上有，还有洗手液都有。你现在不觉着他们俩有事儿？但能有什么事儿呢？直觉告诉我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你这不没说吗？我但我觉得吧，依然这个女孩子应该不简单，一般能藏住事儿的人都比较可怕，小心点儿。哟，这情商怎么还有点变高了呢？啊！刚才你发现了吗？谭少宇看依然的眼神儿有感情，非常强烈，绝对不是一般的事儿。等等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为什么回来？我想你是认错人了，谭先生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为什么回来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真的是认错人了。你刚才也说我只是跟他长得像而已。是，或许只是长得像而已吧。因为尚文芳呢，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，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哦，对了，她也不会用这种味道的洗发水，让男人闻了之后浮想联翩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没错，我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所以尚文芳，你给我记住，有什么事找我谭少宇来，别去祸害我哥们儿，你听清楚。我想你真的是想多了。带相机了吗？带了。干嘛呀？找机会拍出来看呢。哎，你俩偷偷摸摸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，一块聊。我们说这橘子还挺好吃的，要不然让他给你来一个？哎，好吃吗？好吃。来一个。谢谢啊。我希望我是想多了，我更希望我是认错人了。那个蛋糕好了，吃蛋糕了。别送了，我们走了。交代不周，咱下次见。哎，你们帮我拿一下。哎，
你们在前面等我，我方便一趟啊。这么多事儿，这前面等我事的。走了啊。拜拜。行，走了，少宇哥，拜拜拜拜。听了什么情况？掉坑里了？不是，那我怎么没事呢？要不你们先走吧，我在这等他，反正我们也不顺路。我们陪你，我们陪你。不懂事儿呢，二人世界。那我们走了啊！哎啊，拜拜啊，包。嘿，现在就开始顾家了。走了啊，小心点啊！好的，有空来店里玩啊！拜拜。玉然，哎，这哥俩都走了，真不仗义嘿！来，把包给我吧。哎，走。哎，你觉得今天怎么样？咱演的没破绽吧？你是怎么想的？什么怎么想的呀？现在你的朋友都认为我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咱们俩之间的关系，你是怎么考虑的？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一说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。你是不是晕了？咱们今天这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吗？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我喜欢啊，像你这样的女孩挺好的，谁会不喜欢呢？你真是这么想的？依然，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我开玩笑呢。啊？哎！什么情况呀？你今天这出戏演给谁看的呀？哎，行了，别发呆，人都走光了。你喜欢林天乐是吧？谁说我喜欢林天乐了？再说我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觉得你和依然有问题啊。跟你这种情商智商都低到极点的人，我真的懒得解释。你才情商智商低到极点呢！无情。那个女人又狠又决绝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特别的有心机。因为尚文芳根本就不会化如此淡雅的妆，也不会穿如此优雅的裙子，把女性所有最美丽、最性感的线条全都凸显在男人面前。这是我的女朋友美兰妮，美兰妮特别可爱，这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少爷，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女朋友依然，这是我大学同学邵宇。你是林天乐最好的朋友，这种行为对于你谭总来说，实在是有点不太礼貌。
谭少宇，你有什么理由解雇我？这事儿已经定了，我没有必要再向你解释，请你尽快去办离职手续。这件事儿，董事长知道吗？董事会同意吗？你真的愿意让董事会知道？啊？这件事儿，除了你我之外，但凡有一个人知道你假借其他公司的账目来转移公司资金的话，我想后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走司法程序。我是真的不想离开公司啊，我真的错了，能原谅我吗？啊？有些事情呢，可以弥补；有些事儿做错了，永远都没有办法弥补。你自己想清楚。哎，少宇，少宇！谭总，预算的报告已经做好了，请您过目。把所有项目的预算再压缩一下，重新做一遍。可是现在已经是最低的预算了，还要重新做吗？我老板，你老板啊。好。还有，你跟天乐认识多久了？没有多久。你是真的喜欢他吗？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当然喜欢他了。那你确定他真的喜欢你吗？我觉得喜欢可能不足以表达他对我的情感，应该是爱。他爱我。别因爱生恨就好。这个您多虑了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夫人，再来2杯。实在喝不下了。够吗？够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上大学那会儿吧，有一次，我跟谭少宇，我们俩见义勇为，勇斗小流氓，我都被人开了瓢了。你猜我们班主任和校长见我第一句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谭少宇没事吧？第二句，谢天谢地，那孩子脑袋金贵。那肯定是你学习不好，找老师烦，你怪谁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想知道啊，他有没有那种特丢人、特尴尬，说出来让人抓着小辫子，就是可以狠狠勒索他一把的事儿？你想干嘛呀？啊，我没有啊，我就是想好好的了解我们家少宇更多方面、更深层的，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吧？不太可能啊！你想啊，这个别人在早恋的时候吧，他在读书；别人在读书的时候吧，他在做实验；别人考试作弊的时候吧，他托福都快考满分，对吧？别人待业了，他成了知名企业大老板，这都是历史大事件。野史呢，就是不断有各种美女投怀送抱，那不也是必然的吗？哎，他就没有被女人甩过，不要他。没有吧？不知道。不会吧？一点缺点都没有啊？反正我觉着吧，少宇哥是我见过的男人里边最完美的，perfect。人有弱点才可爱，绝对完美的人最讨厌。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上大二的时候，我们班有一班花喜欢谭少宇，追他追了整整1年呢。谭少宇死活就不同意，我们当时也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后来毕业以后才听说，他那会儿跟一师姐好着呢。师姐啊？哎，什么师姐啊？漂亮吗？后来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，我都是毕业以后听人说的。哎，不过我听说那师姐后来因为这事儿都休学了。休学了啊？闹这么大呢？
花这事儿啊？废话，你能知道吗？你小屁孩那会儿你还没入学呢，你才小屁孩。我拍的都看了吧？不是我回家翻了遛够，那相机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！怎么可能呢？真没有。我明明录了呀，会不会是被依然给删了？别，你别把人说的都那么黑暗行吗？我真拍了，你是没看见依然和谭少宇在走廊里偷偷摸摸的那样。那你说他俩能聊什么呢？啊，还在一偷偷摸摸的地儿。哦，他们俩也说不定人家是碰巧碰到一块儿了。不可能，他俩肯定有事儿，说不定就是谭少宇的问题。为什么是谭少宇的问题？我还觉得是依然的问题呢。怎么是依然的问题呢？我反正就觉得依然有问题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现在怎么就死咬着依然不放呢？弄得人家跟那苏联特工似的。我是为你好，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我哪门子好啊？再者说了啊，咱俩现在老见面，这不太合适。怎么了？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关系不合适啊！你想啊，你怎么着也是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吧？啊，让别人知道了，我老约我哥们儿女朋友出来，这肯定不合适。哎，先打住。闻着了吗？怎么那么酸呢？哪儿来的醋味儿啊？我吃那门醋，我是有依然的人，我。反正我先声明，我只是借住在谭少宇家里，那房子也是暂时卖给他，以后我还要买回来的。反正你是住在一块儿了，朝夕相处，没说考虑考虑啊？你没事儿吧？你不会真把谭少宇那天说的当真了吧？我就是再没人要，我也不可能找一个一天只会板着脸、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怪咖做男朋友的。没你说那么夸张，人谭少宇屁股后面小姑娘追的一大堆呢，怎么着？你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？啊，这么说你和依然已经得月了呗？别胡说啊，这可不能胡说，毁了人家女孩的清白。你刚刚那样说还毁了我的清白呢。哎喂，依然。哎，天乐，你能帮我去接一下依恋吗？我在公司事情太多，走不开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跟人再坐会儿，我有事儿先走了啊。哎，干嘛呀？还没说完呢都。我有急事儿，哪天再聊呗。什么急事儿啊？我得去接孩子去呢。哟，你们俩都有孩子了呀？那是依然的妹妹，叫依恋，现在在幼儿园呢。那孩子在幼儿园，你操什么心呀？孩子在老师手上不比在你手上放心呀？我都答应人家了。啊，那一会儿。哎，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每天他妈晃荡了也不是个事儿啊，您是不是得找份工作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不会可以学呀，那也别这么晃荡着呀。行了，别提，说着就烦。你这属于心理阴暗那种，就应该呢多去跟我们参加户外活动，多见见阳光。参加完户外活动呢，立马